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种由梦来找人帮。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倔强。伊是风生，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有啥物用讲的哈？莫安尼动下代志吼。你无啥话通好讲。我我今日看清楚，原来你是一个良心狗去啦！你对我，你一定要利用我。不啦，秋萍啊，等你莫讲，不啦，秋萍，慢啦，你知影，我心肝上爱嘛是你这个，真正咧，我同你查某只不过是大家生生的而已尔吼。来，这个我家己放对，我无骗你，我已经做评委了，你看我家己放，这个多棒吼，那多会去台南吼。别叫太多。无啦，我已经对你清醒。无啦，无啦，去多棒的，不啦，去，有讲的啦，这棒的。是啥啊？伊当作阮两人，当了我住伫毛子巷的地顶，我就提高我囝嘞，真论命嘞。因你个查某人，哈，你想要甲我收拾变杀啊？我一定亲自抬死你！心肝，莫讲遐尼啊绝情，好无吼？心肝，我看你，你若是好啊，叫我合作一下。你有份财产，我有哪会留咧互你吼？假使讲你咧就是报警者，话中就是一个通缉，一件两件完全拢是同款。假使讲，若什么人要阻挡我的财路，话中绝对无放弃甘休。
秋萍。秋萍，你是安怎要这样讲？为什么？大金宝，哎呦，啊哪会发生这落代志啦？我嘛唔知影，我去因厝里找伊，谁知影伊？哎呦，啊哪会安尼？大金宝，啊，你甲我讲，在阮厝内嫁过的人，敢真是秋萍？这个代志你拢知啊？是秋萍嫁过的，无唔对啦。大金宝，就因为前仔几仔衫有甲秋萍同款的香水味，你就确定是伊？安尼实在无公平。哎呦，迄唔只是干那安尼呢。迄天伊伫遐阿丽的房间吼，啊伫遐滚水，甲人掺药啊，伫要偷阿丽啊，好佳哉去互我发现着，若无代志就食咱咯。那迄个时阵你若唔讲，要搁放秋萍走？哎呦，我是想讲这个代志吼，无遐尔啊真简单。啊，秋萍敢若为着食醋，就对要害阿丽啊。我想伊幕后吼，还阁有指使者伫咧进行一种阴谋。阴谋？是什么阴谋？这我还未确定的吼，袂用个甲你讲的啦。大金宝，袂啦，秋萍哦，无可能是迄种人。伊遐尔啊关心我，遮尔善良的查某囡仔，伊绝对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我感觉大金宝讲了真有道理。秋萍一遍搁一遍装鬼来吓家人，而且搁想要用药仔来偷阿丽，安尼看起来吼，伊并毋是讲为着爱文雄咧食醋，遐尔啊简单哦。知啦。你想看觅啊？敢会甲头爸迄个表的有牵连？这哦，嘛有这个可能哦。也若有可能吼，安尼这两个就是有计谋的哦。可能啊，会想着对文雄啊不利，最主要就是要夺取到文雄的财产。我嘛是有安尼伫咧想，是讲吼，若安尼代志就严重啊哦。大金宝啊，那安尼咱即摆要安怎？这哦，对啦，师，咱要安怎啊？嘿嘿，放心，山林自有妙计。意是讲吼，咱这桩代志暂时唔通互文良啊知影哦吼。免偌久，这尾大尾鱼啊吼，就得要上着啊。秋萍啊，秋萍啊，秋萍啊，秋。喂。钱？地图？文雄，秋萍，你清醒啊？是你救我，为什么？你知影无？我直直欺骗你感情，你知影无？秋萍，啥人拢无需要去讲，你即马需要静养，好好休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你真那么爱死死的？因为我爱我一直都在欺骗你的感情，你知影无？我都在欺骗你的感情，而且我无想要听。我没讲，秋萍，你让我讲，你让我讲，你即马需要静养。我欺骗你的感情，你知影无？骗我！秋萍，你的手。你骗我讲，不用，
这种小姐需要休困，互恁真济，请你休息好无？阿对，安怎？赞，当然赞的咯！我阿中的设计一定是赞的。金大啊，你看咱当时下手较好，这当然是都更好，我是想把这手艺十报起来，所以哦，最好是用下手。哦，这就是文良引导得到的地道。去啊！哦。哦，秋平，请。新官，你想通啊？啊？原来地道就是你提起。对啊，我甲你介绍，阿贤，这个阿姨啊，这个新官秋萍，阮拄则甲你念念啊，下手啊，你定离这个文良因兜，所以这个地道变怎行，应该你知影较对吼。代志若是我来这新官诶，当然你分我绝对袂甲你放袂记去啦。你是毋是伫个人讲文良因兜的地道要安怎行，才会叫我行啊？我同你啊，那是我心肝宝贝秋萍。迄天吼，家己念这吼，规身我甲伊足后悔，你知影？我嘛家己知影毋对呢，带你走去了后吼，我四个咧找你拢无咧，袂食袂困去啦。对啊，迄天吼，我去你遐的时阵，那个厝内拢焦火，看你到底是安怎？是我无对你讲。啊，我对哦，哎呦，唔敢哦，我心肝的。啊，即摆会听无？不要紧。哦，对，小关，等下咱代志若是成功了后，我就会甲保证带你来环游世界，吼。青红衫裙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
放弃。下你咧发烧无？你这个偷动的，好动你真歹有啊！等下我阿点偷动死。嘿，看我偷动啊！你偷动你无想讲看，自亲的难做啦，你也是要救别人啊！安娜，特动，你有特动无？呸！特动，好，好，卖甲拍的人就好，你将你所有财产拢摕出来，安尼我就拢卖甲拍。嗯？你到底是啥？我。你看，我是医生来，嗯？原来你真是为着要失去我的财产。穿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？你看，我也是医生来，嗯？原来你真是为着要失去我的财产，哪会要给我？对。你真聪明，你真巧嘛！但是你伤巧，你巧得比较看慢啊！你来啊，过来！所有财产靠你什么所来？过来！我跟你讲，土地所有权证是什么所在？你讲过？嗯？过！我死！讲，你这是死人的手段，你家己自己要讨赔下你。别讲了，你这是唔讲。看啦，看啦，你这个是心不善的。那将老怪因那毙掉，你也不是你家己都徛袂知。你有什么英勇火柱啊？一直讲，快点，怕，买个怕，快啦，快啦，钱个赚到我不想和你小小孩，你别跳，你真啊！你死免惊，无几人做你。好啦，你莫咁怕，我会去带。我来甲你讲，大进步剧情愈来愈精彩，应观众朋友再三要求，大进步串江湖续集正在筹备中，特别向全省各地乡亲征求地方故事，凡是有忠孝节义、乡土奇谈以及地号名由来，请你赶紧来批甲阮通知，来批车架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，奖益制作公司收就可以。阮有准备精美的纪念品要来赠送给你，并且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进步串江湖。害我将油门来吹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情是爱。